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嘅。唔知所有嘅朋友來過桃園冇？桃園也代表算係青春有嘅客家嘅總頭，無論有客家嘅美食啦，講到中樂啦，韓國到龍潭啦等等嗬，係唔係大家對桃園有千多美好嘅印象呢？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桃園嘅西郎嗬，係客家嘅西郎啦，係非常有名嘅畫家，來分享施正廷先生，先生好。大家好，我係施正廷，客家嘅西郎。哇，先生有準備哈，真嘅。不敢。先生對高雄哈搬到安尼桃園來待啊哈，你講你嫁到桃園來係冇？嫁到桃園。是的，是的。咁有冇有安尼嘅原因哈？佢聽講我落腳要常住在桃園呢？對，我呢是跟我太太認識哈，然後就結婚嘛哈，結婚以後我太太是桃園人，我們工作跟住家就搬到桃園來，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說我是嫁到桃園來的。冇想過要轉去高雄嗎？沒有啦，因為我們家就在桃園定居了，所以我在桃園的龍潭住了10年，後來搬到中壢也住了15年，哇！所以我現在是道道地地的桃園人了。哇，真嘅嗬，人講熱叫嗬，他鄉就變故鄉咧，知冇？是。哇，咁先生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我當同大家分享您的作品。有一個作品啊，可能咩非常嘅喜歡，叫做《幸福街左轉》。其實也幸福街就係你猜題嘅街路嘛，哈，就是您現在居住的，也在中原大學附近。是，這個書名《幸福街左轉》哈，是我開車啊，要到中原大學的時候啊，它有一個招牌啊，一個路標，路標上面就寫着中原大學幸福街左轉。那因為這個名詞啊，讓人家看了以後就非常的這個內心很溫暖哈，所以我就把它當作書名。是。那中原大學呢，也是我讀的學校啦，哈。那畢業以後呢，我也在學校這個教書。任教。任教。對。好啊，我想要本書哈，董昌先生家講的哈，讓人家看了有很溫暖的感覺，真的有幸福感，有懂幸福的感覺。哎呀，來看一下花，先生呀嘅，就係你第度嘅故事哈，這個就是火車站吧？對，這是中壢火車站。然後它有一個天橋，天橋跨過去以後呢，一左轉就是中原大學啦，啊。那中壢火車站啊，它是一個非常繁忙的車站啊，雖然現在可能大家對它的外觀有一點意見了哈，但是因為中壢嘛，它是在這個台北跟新竹的中間。很重要的交通樞紐，對，所以它是一直都是這個交通很繁忙的地方，所以中壢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哦，啲東岸嘅人就係中壢哈，大家有看到一個花有吃到很童趣的地方嗎？你看到呢度火車站嘅唔但像係人，有煮的啦，有露厝啦，韓國呢呀，無論係水木嘅人啊，也係視察人。每個人都是嘴角上揚的，對，真的有幸福感呢。亞黑哈，牡丹香太眼看，三眼看哈，就會發掘很多可愛的地方。哇，請等一下，還有乖耶。亞黑欣賞你發呀中壢地區嘅火車頭哈，沒特別講，亞大 V 是人的來往是絡繹不絕的。各位呢，亞就會記錄你自家變做客家西郎。這個很動人哦。對，我太太的娘家，每一次過年的時候吃這個初二回娘家都要開3桌，哇，有大人桌，還有女人桌，還有小孩桌。那這個都要謝謝我的這幾個嫂嫂啦哈，因為我太太是排行老9啊，就是她上面有5個哥哥，3個姐姐。所以我們這個最小的妹妹，我這個最小的姑爺啊，還是很受到大家的歡迎的。我也很感謝這麼大的家庭可以接納我。那每一次初二回娘家呢，都是我內心裡面非常期待的一餐飯，可以看到那麼多的家人，吃到那麼多
那个大嫂们、二嫂们剁的鸡啊，煮的鸡酒啊，哇！每一次看到那一锅鸡酒啊，都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再添，然后还想说，等一下回家的时候可不可以再捞一锅回去？老师，你讲起来哈，你自家的家庭，你是闽南家庭嘛？是。你觉得闽南家庭跟客家家庭很大的某相同还蛮给？应该是这样哈。当然闽南人也有大家庭。不过因为我父亲工作的关系啊，我们就是一种比较小的啊，就是所谓工人的家庭啊，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小孩，就这么单纯。然后我们很早以前就从高雄搬到台北了。那后来这个小孩长大了嘛，我们成家以后呢，我们也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我太太是客家人，我第一次到客家家庭的时候啊，真的让我很震惊，怎么这么多人啊？介绍完以后，我马上就忘记他应该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呢，好多小孩啊，那小孩因为有的小孩也可能年纪比较大了，可是他还要叫我姑爷。我心里想说，这明明看起来就比我老，为什么叫我姑爷？所以这种人啊，还有年龄啊，哈，这个大的家庭是我第一次碰到那么大的家庭。那从大家庭里面啊，可以感受这种很大家庭的温暖，这是我很喜欢的。嘿呀，应该太家庭底多哈，人家说那个人情是很浓厚的，包括辈分啦，对，好，包括我们吃的菜啊，包括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啊，没贝尔斯个这个师母家整个大家庭的气氛很好，对，好，大家凝聚力很强，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认为有一些闽南家庭跟客家家庭不太一样的地方。客家因为以客家人来说，他们很辛苦的才打拼有现在的这个环境，所以他们相对都很团结。不过呢，他们也对我这个闽南的女婿啊有很大的包容，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我也真的听不懂，什么东西都是汤姆神。还得共发全部共好打发中我。对，我心里想说，为什么汤不能喝呢？他说汤姆神，我把它翻译成汤不能喝，很奇怪。不过后来呢，慢慢的也就，他们也很接纳我，只要在跟我谈话，讲到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华语跟我讲。对，这个也是他们很愿意包容我也非常感谢的。不过呀哈，糖也是哈。现在大概汤可以吃了，对不对？汤可以吃了。呀，去会同好的哈，刚刚又讲到。他讲饮食的东西，鸡酒啊，也嘛给哈。我跟你讲，喝鸡酒的时候，那个鸡酒一定要再泡饭，再吃一碗。对。哇，亲友他讲米西啊哈。过来，有看到同铁树哈，总嘛要写百公保佑你，土地公就讲嘅百公嘛哈，也有铁树的意义啊哈。土地公文化哈，一直是桃园这个地方啊非常兴盛的一种文化。那以桃园区啊，就是以前的桃园市啊，它是全台湾土地公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有这么高的密度的地方呢，所以当时的这个苏家民市长啊，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土地公文化馆，在现在的桃园区的地方，那把土地公文化做了一些整理跟调查，所以你在桃园可以看到很多。经过了整理了，经过了这个调查过的土地公庙，所以你可以非常踏实的接触到真实的土地公文化。所以我除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思考一些土地公的事情之外，我后来也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啊。我们拜土地公不就是求一切平安吗？对不对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很丰富，有猪有多皮皮，然后就是有大鱼也有大肉啦。对，然后居家平安啊，对。可是我们人啊，拜土地公啊，都是需求的多啦哈。比如说拜一颗小小的这个水果，就希望得到很多的报酬。其实这样想起来，土地公也很辛苦呢，对不对？讲了挺神奇了。不过我哋要不土地不有看到，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农家的精神哦。还有几个香，它的香烟缭绕，里面就是希望五谷丰收。对。而且
好丰富的颜色哦，非常可爱，就连土地公呀、八公上面那个字都精心设计。然后我们讲到呢，拜八公，这又是另外一种拜八公，好像准备了素果，然后呢，也是很多期望，小孩能够平安长大，生年平平安安，然后手里面就是福啊。财啊，就是这一些嘛。老师，你这个话很有意境。对，其实我们看这种比较乡土的这种内容的图啊，我们都希望把我们人类最内心的一些想象，把它放上去。那所以我在这个人的衣服上啊，画了他内心充满的想法啊，比如说先生赚大钱啊，女儿长得漂亮啊，儿子能够读书啊，读到博士啊，然后出入有汽车啊，都是祈求这一些东西。有青豆给启蒙了哈，对，土地公蛮忙的哈，辛苦了土地公。各位亚总图，其实这张图很特别哦，大家有看到哈，在图的左上角，后面有一根细细根的，你讲就是一个拆贴土地公八公啦，可是前面又有一个大的，像比较变成庙了，是，也有意思的。是这样哈，这一张图啊，描述的是我的岳父邱传炳先生，他呢在早年当村长的时候啊，为当地的这个山坑的土地公庙重新修了一座新庙啊。那这个土地公文化很有趣哈，因为它跟人很亲近，所以呢，我们人啊都觉得说，土地公保佑我们五谷丰收，加六畜平安。那我现在发财了哈，土地公就住那么小的这个房子啊，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希望跟土地公修一座新的庙啊。那但是要修庙呢，就要问土地公要不要啊。有的土地公就说啊，不要，不想搬家。对，我这个老家住得很舒服了哈。但是人们就觉得说，哎呀，拜托啦，就请你能够满足我这一点心意吧啊。所以呢，他又觉得说，再求他啊。后来这个大概得到了一种平衡吧啊，所以这个旧的土地公庙啊没有拆，就让这个土地公还可以住。但是新的土地公庙呢，我们人呢还是把它盖起来啊。那所以就变成好像庙的前面还有庙一样，庙前庙啊。那我的解释是这样哈，就是土地公啊，晚上是住在老家，白天呢就到前面来上班啦。这个就是一个庙前庙的一个想法了。系都有意思哦，讲来讲去呢，其实安尼都会人嘅意思系冇？系，家当然呢，可能先生哈按精彩嘅花哈，等下还有更多嘅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哦，请大家先聊一下，继续進到福記來嘅。進到福起來咧，聽你客家西郎散步桃花源哦，除咗嚟到幸福嘅佐證，今本日咧，曾庭先生嚟到節目當中哦，先生你嘅發真嘅都有趣味，而且裡面有好多的細節可以探索哈。過來呢，講到客家生活定義嘅生活當中，其實就係自然嘅融為一體了。應該就講喺此同一下嘅生活當中哈。就係啲個客家嘅生活，唔嘅環境咩係嗬？當初啲唔嘅樹地波嗬，要青島同大家介紹嘅，當初一嘅仁海宮有很多新嘅廟嘛，在新街這個路上哈。係啊，一下嘅就家講到嘅人愛去拜爺啦，帶成人去啦，韓國當初要講，它有個靜字亭，對，習字亭。這個新街廟哈，就是它其實是面對着中壢的新街西啦，所以叫新街廟啊。那這個新街廟它的真正的名稱叫仁海宮啊，這是清朝時候就有的。那當初啊，很多要考試的人啊，大概都是從很多地方聚到中壢，然後再從中壢再到淡水啊，坐船，然後再從淡水到大陸去考試啊。所以這一些讀書的人啊，都在這個新街廟這附近找地方住，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交通很遠嘛啊，沒有辦法一天就到。
那所以这些住在新街庙附近的人呢，就到庙里面去拜拜。那庙里有文昌啊，所以就祈求文昌的保佑。那附近呢有一个习字亭啊，就在这个新庙的这个右边的地方。哎，这个习字亭啊，这是客家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啊。客家人认为说啊，这个仓颉造字，人们把字写在纸张上面啊，这是老天爷赐给人们的一种很好的这种就是礼物啦哈。那所以呢，当人们把这个纸张上面写了字以后呢，这个纸张啊就不可以乱丢哦，一定要把它烧了以后啊，让它回到天上去。所以习字亭的由来就是这样啊。现在全台湾最大的习字亭就是龙潭的习字亭。啊，那中立这个习字亭也是很古老了，是一个小小的区块，建筑非常的精细啊。如果有喜欢这种文化的朋友，其实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大家再来行聊一下哈。是。韩国亚给您讲银会宫，它有一个特殊的，就几根门牌哦，还漂洋过海到日本去。是这样子哈，1895年啊，这个日本人得到台湾以后啊，他们就希望能够很快的统治台湾嘛啊，所以带着这个军队啊，就来到了中立这个地方啊。那到了中立以后呢，没有什么好能够驻扎军队的地方，所以只好啊就住在庙里面啊。那这个当时率领这个军队的是亲王啊。那这个亲王呢，就是到庙里面发现没有床可以睡啊，就把这个门板啊拆下来给他睡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亲王的床铺了啊。所以后来也就跟着这个亲王呢，就回到日本去了啊。不过说实在的，把这个庙门啊拆了以后当做床板啊，这对神明来说是不敬的。哎呦啊，所以这个亲王啊，在这个要能够统领台湾的过程当中，就受伤就死掉了啊。所以以我们台湾人来说，我们也觉得事实上是不应该这样了，对不对哈？你一个军事的占领，竟然把庙门都拆了，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哦，古时候也有青岛的故事啊，可以嘅建筑也係講看拆體嘅文化，你就發覺講哇，這個歷史的脈絡都留下來了哈。欣賞你亞嘅發在左上角有飛機。有船，桃園有機場，對，然後靠海，對，有港口，古時候也係有青濃厚嘅桃園嘅米絲哦，哈，講來青中醫亞種，因為覺得太可愛了，裡面滿載了期望，哦，剛講北宮青毛漢，沒講太祖公你咩辛苦誒，因為以前這個人講學太祖誒，要比賽嘛，要精神啊，哈。這個也是拆梯，我算是民間習俗裡面一種，不管是交功啦，也還講大家互相私底下競爭啊，或者是希望能夠得到榮譽的一種方法。對，這個在三坑老街啊有一個廟啊，這個廟裡面呢，每一年呢都會賽豬公啊。那遊三坑這個地方呢的這個7個姓氏，啊，它分了好幾個姓氏，大家輪值來賽豬公。那我們就是剛搬到桃園，小孩還很小的時候啊，這個剛好就輪到我們家裡面要賽豬公了哈。小孩很興奮啊，第一次知道哇，還有殺豬公可以看了哈，他們都很開心。然後呢，就當做一個廟會來辦理。那養豬呢，這是我的大舅子哈，他就很厲害哈，養了一個1200多斤的豬啊，那時候算是頭等賞了哈。不過呢，在養豬的過程啊，我們也很好奇啊，可是不能去看不能真的看哦。對，因為這個他們每一家之所以養豬，用什麼飼料？怎麼餵？全部出來對，都是秘方，各有各的秘方，然後這個養豬的地方呢，通風，但是你是看不到裡面的然後他要為它弄很整潔，常常有人有一個誤解啦認為說哇，這個豬公這麼大隻，肉可能很難吃吧但是其實不然。
这个杀完猪公之后，这个肉啊是要分给亲友的，大家分享这个福气。所以呢，我们拿到这个猪公肉的时候啊，我们也觉得，这怎么那么肥啊？可是煮起来真的很好吃。当然是讲到吃啦，我的小孩啊也很好奇。哎呀，那我们家为什么不养猪公啊？我就说有啊，我有养2只啊，就你们2个啊。反正我亚嘅啊，就會當鐵數嘅客家嘅文化，因為我身邊好多嘅朋友哈，閩南朋友，他們沒有看過哎。古時候記得看按那個東涌按那個廟會哈，在賽豬公這樣，他們覺得有種大開眼界的感覺。對，這是客家文化裡面有趣的一部分，那也是跟農家有關的哈，因為農家養豬就是生財嘛，啊，就是能夠賺錢，所以這個養豬啊，當我們希望能夠賽豬公的時候呢，其實是把我們內心很多的想象放在這個豬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舉家平安啊，五穀豐收啊，然後國泰民安啊，其實大家想的都是這樣啊。真嘅哈，有好多的期望哦哈。跟欣賞你那本書底部哈，我覺得記錄了好多哦，包含這個親子的時光也是有寫進去的。大家看到呀，我想到也係。桃園嘅那位，係唔係東涌啦爬龍山有關係，然後龍潭有關係，這個就是龍潭大池。對，這個是龍潭大池哈。這個龍潭大池啊，有一個有趣的傳說哈，就是現在我們都說，龍潭花生堂，但是其實啊，早以前不是的啊，是中壢花生堂，龍潭大皮堂。其實話是這樣講，只是因為現在賣這個花生糖的是一個龍潭開發的一個花生糖的品牌嘛，所以我們都說龍潭花生糖。因為它變成清油苗對，其實真正有名的是這個大皮糖啊。龍潭有一個大池，這個大池早年呢是由八德這個地方的一個這個地方首長啊，帶領這個老百姓去開墾挖出來的啊，因為需要灌溉。那灌溉沒有水的話，就當然不能種稻子，所以挖了這個大皮塘呢，就可以灌溉。那這個大池塘現在已經成為一個觀光休閒的地方。我呢到龍潭去的時候啊，在龍潭住的那10年當中啊，除了平常一些郊外地方走走以外啊，這個大池塘也是我很喜歡的地方。我帶着我的小孩啊去大池塘那邊釣魚啊，好棒哦！那個風呢吹過這個水面啊，好涼好涼，而且帶有一種潮濕的一種感覺，有被滋潤的感覺。對，那種是一樣有幸福感。對，那種是我們從南部上來的人啊，很享受的一種感覺，覺得哇，好涼好舒服。這就是我對龍潭大池塘的一個記錄啦。而且亞嘅係算是老師的這個童趣自畫像，對不對？對。其實講到畫圖哈，本大家看一下亞嘅係亞斯誒哈，這個夜市呢，係講有一個總老嘅亞斯，它叫什麼夜市？新民夜市嗎？對。大家就跟我非常的寫實，欣賞用的畫圖的時間哈，如何很寫實的記錄。你除了要一訪再訪，有沒有一些很快速的方法，或者是對於入門者來說，有沒有一個好的建議？如果你要畫一個地方的記錄的圖的話，當然第一個你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觀察，因為呢，你能夠盡心的觀察這個地方，仔細的觀察這個地方，其實你就可以把很多東西留在腦子裡面啊。那當然寫一點這種筆記啦。拍一個照片啊，現在的手機很方便啊，拍個照片，這個都很好。當然，當你有這一些資料之後呢，最重要就是你要把它整理，怎麼樣把這一些相關的條件把它整理在一起，整理好之後，這樣子你在畫的時候就有參考的範本可以用。那當然，如果你是畫得很寫實，比如說我拍下來，然後畫得很像。但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有時候也未免太匠氣了啊，所以還是要加一點想象在裡面啊。雖然我們畫了什麼賣這個果汁的啦，賣什麼豆花雞蛋糕的啦哈，但是我們還加一些想象的東西在裡面，讓這一些攤販啊，還有一些這個
来买东西的客人啊，都有一种愉快的心，对，更愉快、更活泼的样子。係啊哈，哇！頭日先生喺分享吼，先生講，就認真去看去記錄本期留啲亞達味啊哈。等下到陣來呢，來看先生佢無強用風格嘅畫圖嘅動作嘅資料哦，本大家來看到，也請大家先睇下，繼續進到節目當中來。每日挨每日個安撫起來啊！嗬，廿個單元就做啲本體家，係那認識人嘅來賓，今日睇來賓嘅人嘅畫家哈。曾林先生，請問你最喜歡嘅色係乜嘅？你最喜歡的顏色？我最喜歡的是橘色。叮當，你猜對啦。我有睇到啊，當然係因為亞本書本來嘅線索啦，因為每一地度都有橘色的這個顏色在裡面，是而且很溫暖。先生總買喜歡亞嘅色，橄美色。這個橘色哈，它就沒有那麼紅啊，但是呢，它就是有了黃色在裡面，所以它是一個混合起來的顏色啊，一直都是讓我覺得很溫暖、很熱情的顏色。所以這是我心裡面最喜歡的一個顏色。哇，熱情、小暖、韓國明亮，對，然後也是蠻有童趣的顏色，是小孩子很喜歡的顏色。哇，古總你係大孩子，可愛的大孩子哦，先生好感美色哈。跟先生亞本書其實你看到哈，它就是有這樣幸福溫暖的感覺，而且它的你所使用的畫材是其實很垂手可得的哦。我畫這一本書啊，是用那個小孩子的那個彩色筆，粗的細的啊，通通拿來用。那就第一點是這個顏料呢很便宜，然後幾乎家家都有啊，所以我也想說，讓很多喜歡畫繪本啊，或是畫插畫的朋友知道說，你喜歡畫圖很簡單啊。手邊的工具拿起來就可以畫啦，不一定特別要去學什麼油畫啦、水彩啦，不一定要啊，你只要隨手拿起來，你就想畫什麼就可以畫。而且它還是可以很有層次感的。對，你看這個它的線條，這個線條很有光影的感覺。我們畫這本書的時候啊，因為這個彩色筆啊，產生很多的線條，那這個線條呢有一種放射的狀態啊，然後一層一層的往外擴散。我也希望這本書呢，是可以把我心裡面對這個我家的這種愛啊，跟這種感覺，把它擴散出去。對對，哇，這樣的一種想法來畫的。好有故事哦！謝謝。看先生每一個作品，就感覺到他老師您背後醞釀了很多很多你想要說的話，是把它變成你的作品，所以每一幅作品都是很精心的設計哦。是。嗰先生你自家哈，在創作的時間，您最喜歡用什麼樣的媒材？媒材呢，我最主要在畫每一本書的時候啊，都會先把那個內容看一下。當我想好了要用什麼媒材之後啊，我就會試畫一下。所以我沒有固定用特別的媒材來畫。不過如果你要問我說我最喜歡的，大概就是鉛筆。又簡單又乾脆的一種鉛筆，它畫的線條一層一層的就可以累積出我們要的圖來。剛才先生講到鉛筆，就係幾輕巧嘅哈。剛才講最簡單，唔過上時咪係最困難嘅，因為它就是好像水墨畫一樣，它沒有很絢麗的色彩，可是它有很沉着的這個底蘊要分享。董卿不太敢壓看到這個系列叫月光系列，也是恭喜老師這個意大利波隆納書展入選的作品，而且也係台灣唯一入選嘅哦，真的很厲害，當年真的很厲害。不敢。看到這樣的作品，我就會覺得，哎，這一支鉛筆就辦得到。可是這個畫起來，是不是比其他媒材要更花時間呢？畫鉛筆是這樣哦，就是因為鉛筆削完以後很尖很尖嘛，那圖紙呢又很大，那你要用那麼尖的筆啊，能夠刷畫完一張圖啊，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啊。
但是在画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心也就静下来了啊，静静的画，静静的画，然后这个题材叫月光啊，那夜晚的光线呢，就陪着一个画家，在他的工作桌上啊，好像去冒险、去探险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这个削铅笔机啊，还有很多可以观察的东西。就这样，我把这个图啊一张一张的画下来。欣赏也很浪漫哦。不敢。那第一个，在创作亚内列的世界哈，老师总是在夜晚的时候，真人搬一种给写作的哈，给画图的做的，搬到阳台，真的是对着月光。你说书桌就好像那个孤岛一样，你就是想要对月光诉说很多的心事。按你把下来嘅。画这一本书啊，其实发想很久了。大概现在算起来也都10几年前的事情了哦。那时候啊，我们还住在龙潭啊，那龙潭比较乡下呢，那晚上啊其实很安静啊。那安静的时候啊，那个漂亮的月光呢就会洒在那个我家那附近还有茶园，那时候洒在那个茶园上面，你看了就觉得哇，好美好美，好安静的地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应该为这种很安静的这种月光来画一些图，所以我就开始画了这个题材。那一开始画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太多啦，只觉得说那就是一种心理的情感嘛，把它放出来。那放出来以后呢，画着画着，慢慢的累积的一些图啊，就想说，可以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本书呢？不过，我这个人大概也天性比较懒散啊，所以到现在这本书也还没画完，所以还在努力当中。但是每一次到了晚上啊，当我们一个人在坐在书桌前面画图的时候啊，总觉得总是可以看到窗外的月光啊，总觉得说，哎呀，这个月光真的让我们整个心都能够静下来。我想从事一个艺术创作的人啊，最主要是心要能安静如果说我们整天只想着到处去、到处跑，其实大概也坐不住就画不出东西来。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功课吧。哇，给欣赏要跟内敛呢，有想要把它完成吗？会，当然会，因为这个也是我太太跟我小孩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作品哈。下一张来也让大家看一看。像这个呢也是的哈，这是我书桌上的这个摆设的东西啦哈。那么在这个图的右下角哈，有一个这个灯塔的图案啊。这个灯塔的图案，这个灯塔其实是在我们桃园观音的白沙甲灯塔。这个白沙甲灯塔也有它的故事啊。它是日本人来台湾以后，很快就盖好了灯塔，因为它要运输很多东西嘛。那船呢要有灯塔作为指引。这个白沙甲灯塔是我们台湾最西边的一座灯塔，它盖的是整个砖头盖起来的，比鹅銮鼻灯塔还要漂亮。鹅銮鼻灯塔基本上是铁桶盖的啊，那这个砖盖的灯塔非常非常美啊。那我之所以把这个灯塔画在这个月光里面呢，也因为它也是我一个要创作的题材。好，那我也正在酝酿这些故事。不过要这个比较写实的故事啊，就必须要去现场多调查。好，那这个调查的工作我也还在进行当中，希望哪一天我也可以把白沙甲灯塔也画出来。哇，非常期待！今日新欢喜做在同欣赏来看你的作品，他很讲清楚的故事。第一段时间我有个动态收获，而且老师是很认真生活的人，而且也是会去看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然后记录下来。变成你自己想要说的故事，跟我们同大家分享。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青豆、大家轻下来，我们静下来仔细的品尝，再加上您的创意，就会变成无限美好的幸福滋味。是的啊，今日感谢欣赏，我想没想要向欣赏同大家分享哈。您从高雄来到桃园 Tiki， 变成客家的西龙哈。来看亚本书的时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您的太太叫什么名字。那本书青后波有一句话同感同言，我想
像欣赏对人镜头来讲，哦，也算是一个爱的告白哦。哎呦，不好意思，在生活中啊，我因为跟我太太结婚啊，有了春兰以后呢，就开始不同了哈。幸福呢，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啊，都会让我遇见。我非常感谢我能够成为一个客家的西龙，这是我人生当中一种非常幸福的滋味。谢谢大家。哇，感谢欣赏带本大家暗后的作品，也给大家满满的幸福感哦。今日再次感谢欣赏，谢谢谢谢。也感谢所有的朋友来收看今本日嘅节目，等下邀請大家聽你欣賞嚟做運動了，張來了，拜拜。